因应虎年来到，北区区公所为了推广虎爷的信仰，甲曾经得到台南美典传统工艺首奖的工艺师刘静文来合作，将虎爷的信仰甲工艺来结合。东原3名的匠师设计1061片的虎爷木雕，并且结合100年的学校、莅临国小的学童彩画，透过不动产公司的赞助，18号上午伫莅临国小的操场完成千人百艺的创举。福气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区长牵线那我们的刘老师回馈我们学校，我们的大学长希望我们小朋友今年虎年能够更加有福气，所以呢他捐助了这一块虎牌，让我们小朋友自己彩绘自己的老虎，然后带回家，把幸福带回家。今嘛手上提的这个虎牌。其实是这几年，你在台南市办了很多的活动啦，咱的活动就是从观光局、文化局啦，然后咱这个台南古城节，如果让小朋友去在各个公庙，或许有参与到这个虎牌的一个彩绘的一个活动，这个是拢由观光局或文化局，还是台南古城节办的活动，其实在这个学校，我是毕业38年了，其实感动非常多啦。今年因为刚好也是虎年，所以刘老师以及区长来到我们总部，那邀请我们参与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在今天，我们所有的志工有来自于台南县市我们原本的台南县包括从仁德大家也是一早来这边参与这么盛大的活动。那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志工，那也非常感谢北区区长，还有我们刘老师，还有王校长，还有我们今天教育局的副局长让今天的活动这么盛大，这么成功。好，最后虎年祝福大家虎虎生风，幸福快乐。现场出席的有北区区长李煌新，还有局副局长吴国明、工艺师刘静文，加幸福家不动产公司的总经理李应吉。其中工艺师刘静文为了回馈母校，特别制作2片大型的虎牌，分别捐予莅临国小加不动产公司。而北区区长为了感谢工艺师加企业的赞助，嘛特别回请北区的伴手礼来致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